心情比較沉重，就講一講好遺憾就係話大陸現時嘅法律對於揭陽四魔虐殺99一家咧，目前嚟講係冇辦法作出任何嘅刑事追責。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大陸嘅法律係點樣處理呢種嘅事件啦？因為連立案都做唔到，所有嘅動物或者物件，除人類以外嘅物件，佢受到損害損傷嚇，無論豬狗牛羊，蛇又好咩都好，或者嗰啲家私電器都好，一定係依附於人類。譬如話呢四隻狗仔，如果佢係有主人嘅話，佢哋嘅主人而家咧走翻出嚟作償，咁樣咧就可以立案。但係個立案咧個名目個目標就係追究翻佢哋嘅損害呢位有主人嘅私人財產嘅責任，就而不是話佢殺咗4條有靈性嘅動物，而作出一啲刑事追究，只能夠做民事嘅啫。即係就算佢係有主人，都只能夠做民事追責，所以好遺憾。咁以我所知，曾經有一個人大代表連續8年喺全國嘅人大嗰度提起嘅議案，就話成立確立通過嗰個人大範圍內嘅動物保護法，但係好可惜，連續8年佢都失敗咗。咁而家我哋確立一個目標，就係唔好令呢件事嘅熱度落咗去，因為好遺憾地，對嘅時間唔夠。我冇記錯嘅話，喺杭州有3個人形動物禽獸，又係啲應該係14歲打落嘅細路，有樣學樣，公然話睇到揭陽嗰條片，撲佢哋嗰條棍，佢虐殺咗一隻貓乸，又係將啲片擺上網。我只能夠講句，地獄空蕩蕩，魔鬼在人間。呢幾年唔知點解咁多啲披住人皮嘅魔鬼禽獸，即係話佢哋係禽獸都禽獸不如。起碼你唔搞隻狗，唔搞隻貓，佢都唔會主動去攻擊你。你行過走過咪得咯？點解不要錯過咩搞人哋咧？你呢7隻魔鬼啊，就而家現行嘅法律對你哋好似起唔到作用。我睇你下半世，你行嗰條人生嘅路，睇路啦。係，我睇下天父點樣懲罰你哋。更加甚至咧，嗰個杭州嗰度3魔之一嘅家長就話：佢真係個細路嚟㗎咋，你哋做咩咁話佢？又唔係十惡不赦，你殺死咗一條生命啊！未至於十惡不赦啊，你都係天地不容啦，喪盡天良啦。你而家就殺貓殺狗，殺慣咗，冇人話你哋唔作出刑事追責，下一步殺人容乜易啫？都係咁上下嘅構造，都係哺乳類動物，都係動物。所以點解啲屠夫係點嚟嘅咧？咪咁嚟嘅咯，縱容出嚟嘅咯。所以強烈呼籲盡快去立法，唔單止香港同埋紐約都有啲建築物喺度做嗰個戶外嘅屏幕，做一啲廣告譴責呢件事，呼籲關注啦。我希望呢件事嘅熱度唔好低，因為我曾經講過話都冇乜事咧，冇乜意外就唔會講時事。但係今次件事我真係頂唔順。曾經養過咁多隻狗，每一隻狗我盡量都令到佢哋養老送終諸如此類，得到善終。即起碼唔好去虐待佢哋，自己飽着得暖。即係凍得滯，我都會話買啲墊啊，好似類似我哋咧踩地墊嗰啲棉墊翻嚟俾佢哋冬天瞓。即係凍得滯，我開暖爐，我都會扯佢哋入嚟一齊去暖下。唔得啦，我再講可能會喊，因為我真係曾經真係好中意，好中意養狗。咁而家冇辦法啦，屋企嘅原因真係太細。咁但係唔代表話我係對於動物嘅關注係少咗。當然希望大家能夠保持相關嘅熱度，希望人大盡早立法，俾我哋國際嘅社會見到，我哋個國家都係文明嘅，有素質嘅，有決心去維護一啲其他嘅生命嘅權益，俾大家見到，我哋係一個泱泱大國，禮儀之邦，有呢個仁義之心。
有一個慈悲之心，講係冇用，做先至係最實際。希望下一次人大可以順利通過立法。OK，講住咁多先，再次強烈譴責嗰7個魔鬼，你哋睇路啊下半生。OK，拜拜。